爹哋媽咪最中意大自然，而家佢哋嘅理想已經變為現實啦。祈福新村倚雲居就喺大夫山國家森林公園旁邊，而且沿湖而建，再加上祈福嘅配套設施齊備，真係 fit 晒佢哋日常生活嘅需要。其實我最欣賞嘅就係設喺村內嘅祈福醫院啦。我見到一間設備咁先進、地方咁舒適、服務又咁細心嘅大型醫院，令我加倍放心父母住喺祈福。祈福醫院最大嘅特色就係結合中西醫療精髓，而且靈活運用，等病人可以選擇合適嘅治療方法。醫院收費亦都好大眾化，而且香港好多保險公司都可以受保添。另外，針對長者需要而設嘅上門醫護服務，有專業醫護人員定時跟進同照顧村內嘅父母。而我同好多朋友、同事都選擇嚟呢度身體檢查。醫院嘅體檢中心出晒名，質素高，收費平，身為業主仲可以優先享用服務添。祈福醫院仲開創咗間自然療法中心，引入世界各地多種自然療法，無需打針食藥，對腰酸背痛呢啲常見嘅都市病都好有幫助㗎。其他纖體、美容、減壓嘅療法都一樣咁吸引。祈福醫院仲係中國首間獲得國際醫療評估委員會 JCI 認證嘅醫院，代表環境、設備、人才、醫療水平等各方面都達到國際標準。有咁完善體貼嘅配套，所以大家都話健康標準就係祈福。祈福新村倚雲居全新推出，認購可獲首期5%回贈優惠。查詢電話23024888。